恩友是一群属于比较弱势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教会的爱，感受到耶稣的爱，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让他们活得更加有尊严。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也愿意参与在这个服事上面，让他们更加的在心灵上得到安慰。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一颗
家的物资，就是每2个月会有一趟到新竹，它也是一个教会，那它物资就会集中到那边。我这边是迦南教会，我们要送那个1919的食物包过去，你下午会在家吗？
我们亲爱的大家，我们在已经有几位上线了哦。好，我们在3分钟3分钟，我们要来跟各位聊聊108课纲称职的父母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孩子未来他的学习之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哦？有了哦 ，OK， 很清楚。好。维轩执事，等一下会有 PPT 吗？还是就是没有了？就是我们会用聊的方式了哦。OK。好。那维轩，等一下再请你把那个视讯打开就好了，把画面。现在就要打开吗？可以，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大概剩2分钟了哦，2分钟。呀。好。看这边。好，我们这些线上亲爱的家长，然后欢迎你们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分享哦。那我是我们家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尤伯宏牧师今天由我来跟我们的讲员我们会用访问的方式听说气温要降低了现在还好了，这1-2天会气温降低，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外面也开始在下雨了那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是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好，那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张维先医师他是在南平路那边圣轩耳鼻喉科的诊所的院长，还有他的太太张家珍我们护理师他们都是在医界有这样的服务。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他们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对话分享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线上已经有10几位的这些的朋友好，那维轩医师要不要稍微跟大家还有家珍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来？嗨，大家好。大家好。
OK， 好。那张维先医师他也是我们教会啊，但夫妇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跟这执事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哦。那我想请维先医师你来分享一下，或者是家珍哈，你来分享一下你在自己在整个升学路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习的过程哦。那我先讲好了。好，我讲的应该比较快，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彰化园林的乡下了哈。那因为我父母在我小学2年级就北上到板桥，那我就跟着他们搬到板桥，那就是在板桥国小。那后来就是在当地的国中，也是板桥国中。那因为在板桥国中并不是一个升学的重点学校了哦，所以那时候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有被分到我们那时候还有 A 段班、B 段班这样子哈。那我是被分到 A 段班。先讲一下，因为我们那 A 段班也有分 A 加班跟 A 减班。那时候还蛮细的，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被分到比较 A 减班，就是虽然是 A 段班，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分的啊，据说是用那个叫做什么阶梯方式啊，我就是1到5名这样轮流这样子回旋的这样子排列。那我是被分到比较相对成绩没那么好的班。那我自己知道就是如果说成绩不够好，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有，就是说升学方面可能没办法像照我想象这样上去，所以我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就应该说蛮拼命的啦，所以大概就是在那个所谓 A 减班都尽量都大概都是考第1名这样子。那后来就是被分到 A 加班，那到 A 加班上相对成绩就没有说一直都保持第1名了，不过大概就是前。喂，因为其实升学率比我大概就那时候那一年大概有5个上建中，那我是其中一个啦，那大概是排第3或第4左右的，然后上建中。那上建中之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以前都是要么第1名，要不然就前面3名。那到建中之后大概就是跑到20名之后，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年代就是其实好像就是你分数考到哪里你就念到哪里了。是。虽然我的父母那时候就从小就说你好像，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生病，所以他就说那你以后就是当医生，因为去看医生的时候感觉医生都很被人家尊重，然后社会地位也蛮高的，那所以就期许我可以当医生。那我那时候是在建中大概20-30名左右，那时候的成绩是不太有可能上医学系了哈。是，对，那所以其实我建中3年其实是我蛮苦闷的3年，所以那3年几乎花了大一半的时间在打篮球。是。然后到了建中大概最后3个月，那突然就是有一个学长，他就是回来分享，考完试分享，那他就是说。他以前成绩也是很差，但是他就是怎么规划后面3个月怎么规划，然后最后就是他就是变成人家的黑马。是。那我就说他做得到，我好像也做得到。可是最后3个月我基本上我大概我人生最拼命的时候是那3个月，就是那3个月我就是把我要考的或者我的课程，就是每一天都做出以1个小时为单位这样子排我每天要看什么书，每天要看什么书这样子。然后事先就会先预计说，我会考虑很多，就是说读完文科的东西要背的东西之后，可能就适合再读一些理科的东西，分散一下那个注意力这样子。然后每天几乎都按照我自己的进度这样完成。那后来真的让我的成绩到最后是进步蛮多。我记得如果说没有错的话，我后来那个分数
比我模拟考的分数大概进步200分了。是，所以我是几乎是哇，很幸运的吊车尾上了北医啊，台北医学大学。台北医学院哦，对，那时候叫台北医学院，现在是台北医学大学。那时候就台北医学院，然后就是这样子，就读完7年之后，然后就顺利就是到耳鼻喉科，到星光医院耳鼻喉科，然后到耳鼻喉科之后就。应该这样就算人生的差不多。不过，因为我后来是直接出来诊所，那一次我一直想要在大医院啊，但是因为一些经济的因素，因为在医院的薪水并没有这么高，所以我其实本来想要留医院，所以我之前有去考长庚大学的那个硕士，就是临床医学的研究所的硕士，那也考上了。但是后来我就因为人生规划，就直接去诊所。那其实去诊所其实不太需要拿这个学位了。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既然考上了，我通常我的个性会把它完成，所以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就是一边看，就是在诊所开业，然后一方面也回去医院的研究所，就是学校长庚大学那边继续做那个临床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最后毕业这样子。所以我的求学过程简单是这样子。OK， 那嘉珍呢？嘉珍可不可以聊一下重点，就是你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好，大家好，我是嘉珍哈。那只看到脸一半了，只能看到一半，这样好。那我的求学路程跟那个詹医师有一点点刚好相反哦。我是最后在大学联考的时候，成绩比原来预期的大概少100多分。对，那我的求学路程是我的国中、高中，那小学成绩大概也都是前3名毕业这样子。那国中、高中我念私立学校，那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第1年是冲最快，大概都可以校排前几名这样子。那大概知道我的实力跟程度之后，我就会开始呈现放弃的状态，就不是很认真。那我花比较多时间在处理情绪跟家庭的问题，所以其实并没有很认真在读书，但是大致上就是中上可以过得去这样子。那所以我大学也是上北医的护理系，那时候大学可以填99个系的样子，那我只有填6个，就是全部都集中在护理系这样子。那因为不想离家太近，又不想离家太远，所以最后我也是上台北医学大学这样子。就因为这样认识哦。对。然后现在是我今年也考上台北医学大学的长期照护研究所这样子，那就是睽违多年要再去重新去读书这样子，重新体验人生。是这样。这是我简短的个人求学经历。不容易啊那我们要来聊聊，就是说詹医师、嘉珍他们的儿女们都很棒那特别是大女儿以前那个补习班都是用她做扛棒，对不对？那我也常看到公车上的那个广告，就是出现她的名字可以算说是学霸吗？那可不可以聊聊，就是说你们怎么样陪伴孩子在升学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的旅程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是教导他们就是教育他们这样。我先 pass 过去给我太太，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没有陪伴的父亲，比较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缺席嘛。对，我几乎因为医师的刚好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生小孩的，是，所以他在我小朋友正在求学的时候，刚好是我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最忙碌的时候了，所以基本上我老实讲，我可以算是一个不及格的陪伴的父亲，几乎都是我太太在陪伴，所以可以请我太太讲一下。他有2女1男那大女儿现在也在算台大台大医学院是不是？
OK 所以很棒。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学习跟陪伴大家好，我大女儿现在是台大医学系6年级，正在实习。那我老二是儿子，他是东海生物科技。好，那老三现在是高2，桃高的生医班。那基本上他们3个人的性向都不一样，兴趣也都不同。那从小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说就是填鸭式的教育，或者是说一定要他学科能力很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刚詹医师有提到，他过去是因为非常忙碌，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陪伴孩子。但是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虽然没有陪伴，但是他也都不会指责。喂，请问有声音吗？有，应该有。应该有啊，我都有听到啊。有啊，有。他虽然都没有陪伴，但是他不会指孩子，他其实是一个蛮开放态度在参与孩子的成长，就是说无论他们是经历失败或者是挫折，他永远都是不会有指责，或者是也不会有负面的情绪出现。所以这是我觉得让孩子在跌倒或者是失败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很快爬起来，而且不害怕失败，是因为知道不会被指责。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做错事，我们一样会处罚。那做错事或者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处罚，请问这样听得到吗？有了，我们是有听得到啊，其他不知道应该有听到。好，那如果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或者是因为自己该注意而没注意的过失的话，我们会保留处罚的权利，就是我们一样，在家长这个部分我们会保留权利，因为小孩子我们毕竟要教养嘛。那圣经上也有讲到说，我们是父母是孩子在地上的管理者，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养他们。那所以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条件跟规矩就是讲好设立好，那原则上就照着原则走，除非有例外，否则就是这样执行这样子。那我比较少用到的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老师或家长会使用就是奖励制度。那在我的话，我是不太使用奖励制度，因为我觉得我们讨论过啊，就是我们觉得如果小孩子愿意表现的好，那受惠者其实是他自己，那表现好是常态吧？表现好应该是常态，表现不好才不是常态，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常态拿来奖励。那这是我们就是在教养的过程当中维持一贯的原则，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样的像大女儿哈，这样啊，她能够有这样在国内算是第一志愿嘛然后又是医学院，你对她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教导她她那么聪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帮助除了 DNA 好之外，然后其他那个我觉得啦我觉得我太太是说我不太管，那我也不指责，那但是我觉得我给我们的小孩有蛮多的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说，他就算考不好，或者是他的成绩不好，我们不会觉得说就是他这个人不好或是怎么样。我们通常会比较注意他的态度的。那其实老大他成绩这么好，其实我其实也不讶异，因为不是老实讲，不是我们教的好，是因为他自己他是一个很自律的小孩，所以我有时候都自叹不如，因为他的自律的能力哇，那个就算我在最用功的时候也没办法像他这样自律，因为但是所以我觉得自律这个，老实讲也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恩赐，
那是给他一个能力，我觉得。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指责小孩子说啊，你这没有读好，或是没有考好，就是你不认真。其实我不这样看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老大跟老二差非常多，他们的天赋天资，其实姐姐很羡慕老二，就是弟弟。他说他的天赋比他好很多，但是老二就是他自己多元，对他太多元了，所以他的长处，他只要学一点点东西，他就可以表现得不错，但是他就比较没有像姐姐这么样的自律，所以他很多东西他可能读个6、7分，他可以去考，他就觉得 OK 了，所以他的成绩一直没有像姐姐这么好。另外一个他也没有办法可能姐姐也是个压力了，所以我其实对牧师这个问题有一点，我其实没有太仔细去分析说为什么他会读得这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给他很大的信任，就是他不管他知道他不知道我们不会因为他的考试好或是不好，因为老二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也看得出来，他会知道说我们不是嘴巴讲的。我觉得一个要诚实啦，就是对自己诚实，也对孩子诚实。你是不是很注重他的成绩，或者是说嘴巴说你考不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怎么样的？其实心里很在意，其实小孩子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是诚实，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因为他成绩好就他特别优秀，或是我们就特别疼他，他就特别有特权。没有他其实他是被管最多的，是被我太太管最多、最严格的。对，可能他也是老大个性他自己要求他自己也蛮多的。是。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要对孩子诚实那不要因为他的成绩就去抹杀他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尽量我想家庭的环境也都会影响这些孩子这个绝对是有一些的影响。好，那我们来谈，因为还有念希他是高中嘛那高中现在108课纲或者说有我们觉得他们的人生路，然后跟他们就面对一些课纲的问题那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那这个我分享一下就是在108课纲之前呢，我们先讨论，就是说老师喜欢的孩子是怎么样子。老师都希望培养孩子大概有5个能力，就是要有忍耐力，要有定力然后要有专注力、听力，还有一个老师喜欢小孩子有笔记力，就是学校常常会需要就是把作业拿去抽查什么的，他就是要看你的作业，你有没有做笔记。那你上课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动笔，老师都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记？你为什么不记？这样子，那这是老师希望期待的孩子。那我们其实知道说，小孩子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学习模式不同，有的人是听觉型的，有的人是视觉型的，有人可能要触摸他才会有感受。所以其实在过去我们的高职体系里面有很多实作的部分，那这就是适合触觉型的孩子去学习的。那如果说是听觉型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说像现在我们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很多孩子他在家线上视讯，他可以同时用耳朵听，然后眼睛看不同的荧幕，然后同时写不同的作业，那这是属于听觉型的孩子可以做到的。那视觉型的孩子呢，他需要很多种在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刺激的学习方式，所以他可能会使用很多荧光笔，画各种不同的线条，那图案那所以我们不知道孩子是哪一种的时候，我们家长都会一样一样去试。所以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多家长都有试过，就是让小孩子学
音乐啊，学绘画啦，学珠心算啦什么的这一类的，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孩子适合哪一种。那其实这个就跟现在这个108课纲会比较有相关，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教育就是填鸭式的，填鸭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5个力，老师就是要培养你这些，然后你就会非常有忍耐力，你就可以被他一直填鸭。那现在的108课纲不是，现在的108课纲它是讲得很好听，就是说它培养你的素养核心啊、多元选修啊这些的，让你有多元的能力。那我的老大他刚好就符合那个老师填鸭的那个项目，虽然他不是被填进去，但是他是刚好符合，所以他的成就值就是如众所期望的这样子。好，那是他刚好符合这样。那老二的状况是他刚好符合像108课纲的诉求，要多元，然后他的素养是多面向的，他的社会参与度要够，他的沟通能力要好，他的自主能力要好，所以他会去学很多东西，但是他可能就不符合社会的期望值，因为社会可能期望他是要比如说可能要考上什么啦，或者是绑手绑眼之类的，那他就不符合社会期望值，但是他符合108课纲。那至于老三，他现在就是正式进入108课纲。那你说108课纲被填进去的孩子，他是一个课纲，所以他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制式的缝嘛。所以学校会要求孩子必须在学期末的时候上传你的作业，你的作业内容要有多元的，要有素养的。那你的多元跟素养必须要符合你升学所要去考的那个系所的要求。那所以其实你说这个多元是这个108课纲的多元跟核心，它是不是填鸭吗？其实我看来，我觉得它一样是填鸭，只是它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式哈。对，它要你不但要纵向的发展，还要横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比较轻松。反正现在孩子会更辛苦了什么都是要去碰。OK， 好，那我们再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来谈谈，就是说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的比较棘手的这些问题困境那你们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以我求学来讲，我遇到比较大的2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也有稍微提到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上国中的时候，并不是被分到最好的那个升学班，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上了建中之后要考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成绩像我想象中的这么好。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努力了，但是并没有考得这么好，这样就是平常的成绩。那我后来回想说，这2次为什么我都可以考得不错，应该是跟我的个性有关了就是我平常的个性可能不是这么像我大女儿这么样子的有自律，但是到最后一个关头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不得不做的时候，我会很破釜沉舟的去很认真的思考，我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困境。就是有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是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要到关头了，你才会去动的。我的个性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我那时候可以这么顺利，到最后就是说考的还算蛮合我的理想。那所以其实理论上，我如果说以这样我求学过程，其实是应该是算蛮顺利的，我自己这样看来。所以我的孩子也会，其实有时候会嘲笑我说你那个爸爸是随便便读也是这样子怎么样，然后就随便便就交到女朋友，就是我太太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嘲笑我说你这根本就是人生什么胜利组。我说没有，你没有看到我很努力的地方嘛。但是其实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竞争啊，我觉得啦，就在我们这个年纪一直在竞争。我其实我觉得竞争是人很大愁苦的来源，就是你就一整天就想着要怎么赢过别人，然后你的成绩就是一直要怎么赢过别人。就算像课纲也是一样，课纲其实它的目的是要多元发展，就是要去欣赏每个小孩子不同的能力这样。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在竞争啊，最后还是在升学啊，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或者是小孩子的人生一直摆在一个竞争，这个要赢过别人，要胜过别人，要成为人生胜利组，这样其实人生还蛮累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会回顾说我求学的过程其实还蛮累的。但是就是这个社会就是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那你如何帮助自己的小孩，就是说看见他们自己的长处？我觉得这还蛮重要。那我自己遇到人生最大困难，倒不是求学了，就是之前我的妻子，就是我太太，她生了就是蛮严重的疾病。那你们现在看她这样子，可以这样子侃侃而谈，其实是我们上帝很大给我们的恩典啊，就是说我们克服很多东西。那我父亲也是在我太太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也是一年进出三四次医院。那我那时候真是蜡烛应该是3头烧，因为我爸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我们隔壁的邻居在改建，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就是困扰跟搅扰。那我其实最难过的是人生啊，我觉得课业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我也蛮顺利的，运气也蛮好，上帝也给我蛮多恩典。但是我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我在面对有可能失去亲人，然后怎么样面对人生这样子的人生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难关。但是还好啦，还有因为我们一直都有，我跟我太太一直都有这样的信仰，那这个信仰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我才能够才会有现在的我，还可以笑得出来跟大家分享。不然有时候我可能就变成忧郁症。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快变忧郁症，但是我经过那样子，那我觉得人生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就像108课纲一样。你如果只看一面，就是你只看你的成绩好不好，你赚的钱多不多，你的地位是不是很高很让人家羡慕，这个都只是一个面向。那最主要是你对你的人生的你真正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那我觉得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啊。那以前我虽然说我是个蛮不及格的父亲，就是没有陪伴孩子，但是我觉得我最好一点就是在他们小时候，我每年都会至少排2次的旅游，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去旅游，然后我们一起去规划，然后自助旅游。那我的小孩子跟我经历很多很奇怪，赶不上火车啊，然后在国外这样子，差一点就是赶不上火车，这个都是我们生命很大的回忆。这是我觉得我大概是做父亲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跟我的家里人一起旅游。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家政，面对这样的一个病痛，然后又要疗程化疗，然后那种心境又要没有头发这样然后现在已经长出漂亮的秀发这样，你可以简短说说看，就是说你面对这样，你怎么样去面对跟走过来这样？我讲吗？对，是好，谢谢。我觉得其实因为在这个在生病之前，我们一家人的信仰就已经是成为基督徒嘛。那我觉得孩子很乖的一点是，上帝恩待我们，就是让孩子都在这个信仰里面长大。那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因着信仰，那
常常都在祷告，我们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祷告。那尤其我先生，他每天祷告读经，然后为家人、为很多事情都祷告。那孩子也学习这一点，我觉得父母的作为真的是会潜移默化孩子。那你爸爸妈妈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话，孩子都看在眼里，听在心里，那他们不知不觉就会学起来。那我知道我们家的小孩子的第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家庭关系很紧密。我生病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接送小孩，那孩子在学校怎么样，我是完全不过问的。那不过有一个优点，就是孩子自己告诉我说，我的老大那时候是上大学了，他就变成每天通车回家，因为他回家之后，他可以帮我，老大可以看老三。老三如果需要功课啦、签名啊、家长联络簿，全部是老大在签。那个老二的话呢，他就跟我讲说：“妈妈，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对，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那我觉得，因为信仰让我学习信任。这个宗教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让你学会去。不但相信神，也相信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在特殊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安定的力量。是。那我的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觉得这个安定的力量，让他们可以走过低潮，然后走过叛逆。因为我的小孩几乎没有叛逆期，也没有说不跟家属、不跟家长联络，或者是不讲心事的时候，这个阶段我真的是没有经历过。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聚在一起，谈心啊、聊天啊，然后说说这个礼拜发生的好事啊、坏事啊，要感恩什么啦，要期待下一周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做啊，这是我们每个礼拜会一起做的事。也就是说，对于让小是和一家人一起来分享一个礼拜的心路历程或学习过程，我们会选择后者，就是去掉补习的那个部分，留下家人相处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父母亲可能现在不觉得这一点的重要，但是等到你无法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可能造成的遗憾会更大。所以我们就是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是先第一个，用家庭把我们紧紧连系在一起，就是即使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一定会回到家里来，并且跟家里把他的心事放下，那重新站起来这样子。那如果说是家人之间彼此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寻求更好的方式，因为透过大家的讨论，然后寻求更好的资源，然后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因为毕竟家人之间没有利益关系，我们都是互相为彼此求更好的结果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都会提供更好的方式、更好的解决的途径，然后更好的情况这样子。那所以对于补习跟在家里的互动，我们就是选择后者比较重要。所以家庭的关系这样影响孩子非常的深哈。好，那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在这一些的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个鼓励啊，或者给他们有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就是来鼓励我们这些家长们。第一个就是各位父母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相信自己。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对孩子的那个关心跟那个希望他们生命很好，这个是每个父母都会有，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虽然你能力不够，或者是你觉得你好像没
没什么资源，但是都不用放弃希望，因为生命自己会找出路啦，我是这样觉得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对自己有信心，要对你的小孩子有信心哦。那有些家长可能说，我小孩子真的现在都很叛逆啊，或者是怎样子。我们看我们刚才这样分享，其实我们的老二哈，他的求学过程是跟姐姐是刚好一个北一个南，好，他的成绩就是从小就是就只能摇头了。那最后他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他现在考那个东海大学畜牧系是他转学考，他本来是文组，他后来就是一年读了文组，他仔细思考之后，我们鼓励他后来转学到东海畜牧系，他现在很快乐，每天都在养牛，在挤牛奶。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你的小孩子要有一点信心跟耐心，然后也要了解你的小孩你要观察自己的小孩，他的长处，他的缺点，然后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帮助，这是第二个这是我给大家我自己的我做到的，我这个不是很饥渴的父亲能够做到的。是，家珍呢，有没有什么要祝福我们这些，鼓励我们这些家长？孩子们在上了高中之后呢，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会分组嘛？那在分组之前，学校会做一个统测，那这个测验就是会去评估孩子到底适合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那我觉得这个家长可以参考，但是不可以，就是不需要完全相信，因为人的潜力是无穷的。那像我们可以跟神、跟上帝求很多你希望的，你自己希望的，或者是说你想要发展的，你都可以去求。我觉得神会赐给你无比丰盛的恩典，然后让你去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家长要有一个前提的概念，就是说你想要的是你自己想要的，还是孩子想要的，这是不一样的。你必须很清楚知道你的孩子真的想要什么，他喜欢什么，而不是父母你想要什么。那如果你可以区分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带着祝福，然后去接纳你的孩子有各样的发展。那只要你愿意这样接纳和祝福，我觉得这两个点只要做到了，你的孩子发展就会非常的好，他就会他的人生路上就是他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好，谢谢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可能开放1至2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说你们有问题要问的大概1至2个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有吗？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问的可以按举手好，应该讲的都很好，然后给我们很清楚那我们也谢谢张伟先医师张家珍护理师他们夫妇今天晚上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也每个人都有困境他们面对困境如何透过他们自身的信仰来自上帝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无论是对小孩子，或者是本身身体出状况了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没有预料到怎么会是我是我们自己但是全家怎么样陪伴走过来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孩子在这段期间他们能够面对，而且看到他们的成长那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真的感谢我们韦轩医师家珍你们夫妇我们再次感谢好，那我们今天的透过访问就到这边到这边我们的韦轩夫妇也可以先离开，没有问题
有一个108课纲有问题，刚才没有看到，有提问吗？108课纲对小学生低年级的父母该如何预备？是。要回答吗？是，如果你可以的话，108课纲对小学生没有影响，因为108课纲之后还有国中嘛课纲，是，对，108课纲之后还有111课纲，所以等到你的小学生要发展到国中、高中，应该还有其他课纲会出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品德教育跟家庭教育。是。我们会有一个连结，就是说108课纲是什么有一个懒人包啦可以连结到时候银如那边可以连结给我们大家，大概我们也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那国一国中的他引导素养的学习嘛然后高中就是学习历程的一些的怎么样攻略啦，或是他们怎么样去选择这样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连结让大家更清楚。那个有人来，有什么问题？Angelica， 刚才有举手吗？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老师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我的网络断线，我是提问，好，刚那个低年级那个提问问的。OK， 好。就刚好关掉，我没有听到，不好意思。刚好没有听到，来，家珍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是，你好，我是认为108课纲之后还有111课纲，所以对于低年级国小的学生来讲，其实影响并不大。我觉得国小就是用开放的心态，多元学习就可以了，然后注意品德教育跟家庭教育。对，好，那关于品格我们很注意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有很多，其实对儿童的我们有夏令营，有各样的营会。其实我们最注重就是他们的品格了那青少年以后如果教会有一些的营会都可以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在他们的品格上面这个也可以协会也可以开那个志工的时数给他们，这个在学校都运用得到运用得到。那但是在这边其实他们的参与我们都很注重在他们生命、他们的品格的方面，可以来协助他们。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那我们时间就在这边那我们再次谢谢维先医师家珍他们夫妇好，谢谢，好 OK， 好，拜拜。好，那我们线上的家长们我们有一个预告我们有预告，在10月23号10月30号我们有邀请到拉迪斯这个諮商所洪桃梅老师他会上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是我们过去跟我们的这些孩子亲子我们都有跟这个諮商师来合作他也透过一些的活动那个一些怎么样帮助孩子身心的协调自动的游戏，或者是有一些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了解，或者是说怎么样帮助他们在身心的矫正身心的矫正，这个对我们
的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哈。那我们先预告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会邀请洪桃美老师哦，他来跟我们来分享。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要为我们的家长们来祝福来祝福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牧师为你们来祷告祝福的，有没有？你可以打一下，比如说孩子的什么样的状况啊？那最后牧师在为大家、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因为我们的能力都有限那我们如何连线到这个上帝那边来帮助我们有从他来的智慧他来的能力让我们更有耐心怎么样去祝福我们的孩子好，如果没有我们牧师现在就为大家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特别是为我们孩子未来的路来祝福来祷告OK， 好，我们一起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领受这样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你是给我们智慧，而且我们可以得着智慧，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你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你，你就赐给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也帮助我们，特别是在面对这样的世代，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比我们过去所认知的更复杂。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教养我们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有爱心、有耐心、有方法来祝福我们的孩子，特别在他们身心灵的协调，来帮助他们能够平安顺利而且快乐的成长。我们也透过一些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家庭每一个家长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带领这些孩子也教养他们一生走在正道上面，不会偏离走在那些偏离的道路，也让我们每一个家长在家庭跟孩子亲子的关系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詹医师他们夫妇跟孩子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愿你赐福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特别在这个后疫情时代，保守看顾他们都有平安、有喜乐有健康。我们将每一个孩子交在你手中，特别是这些孩子在我们这边学这些鼓来帮助他们身心的协调，也让他们真能够有专注力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家长，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靠耶稣的名，阿们。我解释一下那个靠耶稣的名，耶稣的意思是上帝要帮助我们的意思耶稣的名字的意义。那阿们呢，其实就是诚心所愿，就是让我们刚才牧师为我们祝福的都能够实现，都能够成就的意思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就到这边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天天都蒙福谢谢大家。我们可不可以打开一下镜头，我们来一起照一下相好吗？如果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镜头，银如那边可以那个吗？刚才有照吗？有，好，可以开镜头再拍一张 OK。好，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开个镜头，我们一起来合照一下好吗？好，可以。OK。
哦，好可爱的小朋友哦，可以吗？嗯，可以，OK。照了。嗯，好，OK。好哦，那我们时间就到这边哦，哈、祝福大家小朋友拜拜。哦，好可爱的小朋友哦。